考虑，不再公布这个校正回归的一个数目，因为它这样相对的对整体的疫情的影响已经比较小。现在我们这样校正回归的个案已经渐渐把时间整个都拉进来所以整个往前的那种案件数已经是相当的少也相当的少。所以在这2天，我们相信就可以把这个事情都把它弄就不会有很多的案件是需要再校正回归的那我们也考虑不再公布这个校正回归的一个数目因为它这样相对的对整体的疫情的影响已经比较小。所以大家看到在下面2个图一个是没有校正回归，那一个是校正回归的一个情况。如果校正回归之后，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缓步的就往下走。那如果是没有校正回归的话，当然就突然一个往下降，然后过来这3天就比较平，但是也维持着差一点点的是往下降。所以这里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申报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右边这边比较像是一个这疫情的一个走向。那如果从这个裁剪字来看，大家又可以看得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这个 RT 值会往下降，也是这个道理。那至于在疫苗未来可能是会有很多样性，那有各种不同那我们现在在规划，就是说那是也让大家做选择了那当然选择就会变成有一些不方便性或者供应量的不同，那可能会延迟施打。那以各国的经验来看，还是及早的施打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现在的 RT 值是 1.02 1.02。那我们在最高的时候大概例如在5月13、14、15这段时间。大概有高达大概15%，等于是15%，RT 值是15%，那时候是非常的高。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经过5月15日的这个双北的3级那5月19全国提升到3级的这样的疫情警戒。那我们可以说目前的疫情，我们是应该到了1.0基本上朝向可控的范围在前进。那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要感谢全国全国的我们的人民，那还有各地方政府，大家一起非常积极的实施这相关3级的警戒应有的作为。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一个效果。那在未来这2个礼拜我们还是要积极把这样的一个作为把它维持住。我们要告诉全国的人民，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牺牲跟努力是有效果的。那要再持续，希望把这个 RT 值呢降到1以下。那在目前比较具体的一个战略的方向当然不断的去滚动式检讨我们3级警戒的相关的措施。那对于做的不足的或者强度不足的那我们会随时滚动检讨。那至于在整体的方面，还是要好像就是说让到有病发病到这个隔离的时间能够缩短。说的越多，那就能够把疫情控制的越好。然后第3个怎么样降低要降低我们重症的发生的情况。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也要下定准备要来购买相关的抗病毒的就是单株抗体的药物，提供给符合要求的符合我目标的定义的轻重症来使用，让这个进入到重症的人能够减低。那这样当然对大家的健康或者生命有进一层的保障，那也可以降低我们整体的一个医疗体系的负担。那这样子可能会被遗漏到的病人，或是到最后死亡的个案，希望能够往它能够降低来。所以大概分作这几个层面大家一起来努力
RT 值在2个礼拜，我们努力大概从15降到1.02。那我是相信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那我们要持之以恒，在努力。